可能就是土地要重建房子还是什么之类的话，就会需要用到。还没有重测前的地基图都是图解的地基图了。那图解的地基图它的使用上精度会比较差，而且它在完成塑化之前有图纸伸缩的问题。所以会跟他当年测量的状况会有不符。这么多年来可能有一些人为的改变，比如说建筑或者是耕作之类的，跟当年那一份地基图测量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落差，就是说所有权人到最后都不是很确定自己的精确的位置介质点在哪里。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电子式的，那我手上这拿的是临近标杆，它相对是刚刚有拍摄一个电子经纬，它是利用这样都是电子化的，它可以直接电子测距离。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比较新型，就是所谓卫星定位仪，它是以单一仪器，之前也有拍一个圆形天线盘，它只要单上操作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利用卫星定位，我们天空中的卫星直接测到这个点的坐标。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有看过你家的地籍图吗？地籍图是办理地政业务及土地买卖的基础图资。目前台南市各地所使用的地籍图都是日据时期所留下来的，不仅因年代久远而破损，当时的精准度也难以符合现今的使用需求。台南市政府地政局为提高测量精度，针对各行政区办理数值法地籍图重测，利用精密仪器测量后重新绘制地籍图。新的地籍图每一个介质点都会有坐标值，提高了位置还原于实地后的精准度。这样的一个便民服务是免费的哦，也要提醒土地所有权人，在收到地籍调查通知书后，应该要在指定日期带着通知书、身份证及印章到场指界，保障自身权益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地政局长怎么说吧。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的局长陈淑美。各位朋友，你们家里有土地吗？大概都会有一张土地所有权状，还有地籍图。从地籍图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你的土地的形状、面积，还有跟邻地的界址。过去我们的地籍图沿用日据时代的地籍图，老旧、精度不准。那么现在呢，我们每年都会安排地籍图重测，会把它转换成新式数位化的地籍图。那请民众收到通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到场指界。那么经过重测之后，我们会办理标示变更登记及换发新的所有权状。重测完毕，可以帮助民众确定你的界址，那么减少经界的纠纷，也利于未来方便建筑，让民众有精确的产权面积，也有利于市政建设的推行。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9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支持由一个儿童少年节目，莫因为商业利益甲经费的限制来降低节目的品质。中嘉所为甲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合作，除了举办1年1度的5000奖颁奖典礼以外，今年阁首次举办小小平新的营队。希望透过儿童青少年的观点，会当做出更较侪专属于儿童的优质节目。来自台南二中、安南国中甲中兴国小这3间学校，因为对影像基础教育相当投入，所以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特别邀请因的学生总共30位来参加营队，除了互因深入了解儿童少年节目的制作流程。更重要的，嘛是希望对儿童少年的观点，找出属于家己的评分标准，进一步制作出吸引儿童的优质影片。我们目标观众是儿童，所以我们一直很需要儿童的意见来给我们做节目人的一种回馈跟养分。那所以说，像这样一批能够训练成一个有一定专业度、有一定看法的儿童观众，然后以他们行为形成一个评审来给我们儿童节目意见，我觉得对儿童节目的不管是制作上的方向啦，或是进步的方向，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2天的活动，可以让他们可以理解到，儿童节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可以用怎样的一个角度去观看，或是去评价一个儿童节目，对。
会中对着如何成为一个小小的儿童评审，课程当中大家拢相当专心，踊跃发言，有满心期待。希望就是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就是更了解儿少节目，因为平常我们在看这些儿少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去制作出来的，所以就是这一次来，希望可以更了解这些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儿少节目。有些也蛮有趣，可是有些是有的人不敢看的，像是那种柯南，它会有杀人事件，并不是所有小朋友都会想要去看。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为了鼓励个人家己制作优质的儿童少年节目，除了每一档拢会邀请10几岁儿童少年组成评审团来进行节目的评选，也会举办隆重的颁奖典礼。今年伫中嘉集团的赞助之下，嘛想出推出营队来栽培小小儿童评审，希望有政府甲民间企业的小听，摆脱经费的困境，甲利润为主的考量，不断有5000种的节目诞生。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光采访报道。农粮署伫个日前推出购买肥料需要实名制登记，虽然每一袋40公斤会当补助40块，不过40公斤的重量也互真侪老农民搬袂振动，所以国民党这边议员特别召开记者会，希望政府爱做调整，推出小包装。一袋40公斤的肥料，会使看到市议员蔡后辉拢搬了淡薄仔食力，更加莫讲60岁以上的老农民。日前政府推出了肥料实名制2.0，要求农民伫购买肥料的时阵需要登记。虽然1公斤有1块的补助，但是因为现在的包装拢是40公斤的，这也互农民伫搬转去厝，也则是使用的时阵，拢感觉非常的困扰。所以农民的家属也找到议员，希望会使帮农民争取小包装。对此，29号上午，市议员蔡小辉甲其他国民党籍的议员也共同召开记者会，并邀请农业局，希望会使做出改善。拜一甲拜四吼，阮爸甲阮妈妈拢叫我遐斗载肥料啦。啊，去载即个过程吼，因为我嘛甲迄领肥料的迄个工作人员讲，我就通好改较细包的，伊讲上面的问题，好，上面的问题就是我嘛毋知上面是哪边啦，吼，啊，伊讲上面的问题，伊没办法，啊，因为我嘛讲几啊改，差不多讲1、2档啊嘛，嘿，啊嘛是拢不了了之嘛，啊我要讲，阮妈妈拢叫我毋爱，你莫用这啊，啊，毋过我讲吼，我看袂过啊，我感觉讲。拢大家拢有诶，拢60、70岁、70、80岁啊。不管任何一个政党的执政哈，都希望说以照顾我们以农立国的农民。当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的一些反应，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净重40公斤的肥料，事实上要让我们的老农民去搬，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哈。那很多的农民也跟农会反映说，是不是有小包装的方式？但是农会会说小包装会增加一些包装的成本。那我也去询问过，包装成本大概差额大概2块钱左右。那我会想说，2块钱为难到农民，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政策事实上是要去检讨。那2块钱应该是由农会来吸收，让农民在搬运肥料的过程中，不至于因为太沉重而伤了他们的伤筋损骨。我们看到我们基本上农民的年龄平均在2018年的公布，平均年龄是62岁。那我们也知道，环保局就算要应征临时人员的一些竞争，他们背的沙包也只有30公斤。为什么要为难老农民，一定要让他们去背负40公斤的肥料？所以我们借由今天的记者会，希望说农委会或是我们台南市的农业局，甚至地方的农会，能够体恤农民的为难，还有他们的辛苦。农粮署表示，日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台肥主要拢生产40公斤包装的肥料。现在疫情得到控制，生产也稳定啊，所以农民如果有小包装的需求，也会使向农会登记25公斤包装的来使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虽然新任的警察局长已经上任要2礼拜，不过议会国民党团有员持续反对伊来拜会，爱伊暂时莫踏入议会。而且伫下晡，国民党团阁进一步批评讲，警察的薪水装备等拢是地方变有算负担，结果中央却掌握人事权，讲换就换，所以要求改成一条边的制度，叫中央爱完全负责。
虽然担起新任警察局长詹永茂这个月17号已经上任，不过因为伫案满意度第1名的前局长左右为却不明不白被换掉，互议会国民党团持续表态无欢迎新局长拜会，同时将炮火指向中央。议员表示，地方爱负担警察的薪水、装备等支出，一档就占总预算7.3%左右。不过中央却是掌握人事权，要换就换，根本是有权无责。中央要求改革成一条边的制度，完全由中央来负责。这样一个制度面，这样子的一个独裁专断的人事权，是不是对于人才做了一个最大的羞辱？那以及呢，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预算的配置，这么多年下来了，也没有看到已经完全执政的民进党给我们一个让大家权责能够各有所处的一个安排。台湾这些个所在，应该会当实施这经行政一条边制度。这个有权利克制来相一致性。啊，有今仔局长讲，啊，上食你个爱落台，啊，分局长食台，咱今仔局长唔知要食台，要落台无？啊，我该落台，我中央无要该落台呢。唔是人事地方的爱负担钱无关以外，包括咱的装备，嘛拢由中央统一伫咧采买，大概钱开足济，拢互咱上界歹的装备、上界烂的装备，因为迄是中央采购的，所以这真啊奇怪的代志。就是发生伫咧台湾。面对议会国民党团强硬要欢迎新任局长甲制度改革呼吁，警察局警政监强调，因领国家的薪水也是会积极来服务依法行政。那个各位议员反映的意见，我们带回去哈，会人事的部分我们会跟中央再反映嘛哈，那局长部分我们跟局长报告哈。第二点就是说，蔡依作有提到说，在开枪。那个分局长要下台，那个我们局长有讲过，那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你如果像6分局这样，有所比较动作慢，然后又事后没有掌握到状况，才下台，不是开枪就下台啊！开枪有时候我们2个小时甚至1天就抓到了，那个不会啦。警察局长未来如何甲议会国党团接触，将这个界偷开，未来将成为各界关心的焦点。电视新闻军至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议会观察联盟29号伫天坛举办第3次定期会，由职议员颁奖典礼，总共有13位议员入选，分别是民进党8位、国民党2位、无党籍2位，甲时代力量1位，其中有9位是新任的议员。台南议会观察联盟第3次定期会由职议员颁奖典礼，29日伫台湾首庙天坛举办。这次入选的议员有尹爱达理、李宗翰、蔡玉辉、吕维应、柯有玲、沈家凤、林依莹、李启维、林美燕、蔡小薇、陈怡丁、桂宏仪、沈振东等13位议员。我特别感谢是我身后。我们所有的议会的同仁，我相信政治绝对不是个人的事情，政治本来就是公众的事情。那所以今天有更多人愿意同时来关心我们在议会的这些表现，我们各个地方议员在地方所做的努力，我想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了。那长期以来就代表民主进步党跟我们台南市、我们台湾一起努力发展的目标。其实我们长期都希望我们在城市进步的同时，能够充满爱。在城市国际化的同时，也能够更重视在地的文化。首先，真的很开心可以得到这个奖项。那其实也要提醒就是大家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的是优质议员。那其实我更想感谢的是我身后的团队，因为其实每一个议员他在议会里面的问政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公费助理或者他自己另外再想办法聘到的助理呢，他们做的功课。在颁奖典礼上，议员蔡玉辉嘛提出伊的看法，认为台南议会观察联盟应该要公布评鉴委员的名单以及评分的标准。咱的评鉴委名单是啥？我感觉要公布。啊，做量化要来计分啦吼，你讲量化65分，量化是安怎？一日出现一届，讲一届话1分，啊量化要来加分，啊质化
啊，自我要怎加分，我感觉可能爱鼓舞清楚哦。对着议员的建议，台南议会观察联盟嘛提出说明。做评鉴之前，我们已经把版本跟评鉴办法都公告了，所以说找不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在评鉴之前，我们在第3次定期会之前，我们也拜会过议长，也跟议长讲过这件事情，然后也把范本给议长看过。对，所以说我是觉得没关系，反正我们大家都第一次，那我相信之后会有更好的结果。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提供观众朋友一个亲子活动的消息：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8月1号礼拜六下晡3点半到6点半，将伫永华市政中心头前的南道路举办大手牵小手亲子风街趴的活动。同港有亲子参观、手部彩绘体验、街头艺人的表演等等好耍的活动，全程拢无收费用，欢迎市民朋友规家伙仔做伙去佚佗。咱即马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爱读册》节目。华山基金会发起的第8届爱老人公益计划，伫安平区公所举办。由伫华山服务的区阿嬷，早着伫屏东开店的时阵，艺人诸葛亮、彭恰恰、杨宗信等人上爱食的一道菜土豆猪脚，来感谢斗相共的警察甲善心的人士，互伊度过无厝通大的危机。72岁住居伫安南区的区阿嬷。原本是一位总铺师，曾经伫屏东、台南等地开设小食店，但随着岁数愈来愈大，加上目睭视力歹，现在已经无法度开店赚所费。今年更是连纳出税拢有困难。华山基金会安南二站杨副洪站长知影状况了后，鼓励阿嬷会当卖卤卵赚生活费。消息一出，吸引真侪民众分享支持，就连艺人梁佑南嘛订了200粒，搁专属捐出送予高脑加菜。这善心人士当中，有真侪是警察人员。区阿嬷为了感谢环境的帮忙，特别制作拿手料理土豆猪脚，邀请其他华山服务的长辈、警察以及善心人士一同分享。啊，你会使家己趁钱，家己去拿遐厝税嘛？嘿啦，我有安尼对啦。啊，就拢去甲我阿红甲我帮忙，就是迄华山迄只拢小姐啊，拢甲我斗支持安尼。嘿啦。我咧家己一个人过日子安尼。我嘛足，我是本来想讲要自杀啦，想讲唔通，我像会讲啊，人生哦，唔通安尼做伙安尼无意思。为了社会各界帮忙，互区阿嬷暂时唔免讲操烦厝税问题，遮尔有意义的活动，嘛互受邀出席的中国贵宾拢非常的肯定。简单迄个区阿嬷毛猪，我们用卤蛋的方式让他去，等于是说家己有当做一寡收入，来用这个厝税，即摆嘛真顺心那所以今仔日区阿嬷才会讲发起这个活动，来感谢咱社会各界对他的帮助。所以这是真有意义的。政府的能力有限，靠华山的能力嘛有限，但是大家加起来，咱的能力就无限。所以讲，我嘛拜托咱华山咱遮的志刚还有咱的伙伴，还有尤其像咱杨站长来讲的，我伫个 FB 拢只有留言一句尔，有需要要说。阿嬷在推销她的卤蛋的时候我们4分局的同仁就是大力的支持，所以今天才会来这里。我在共干店的站长，所以其实不一定要，虽然基金会有分辖区啦，我们爱心是不分区的。华山基金会今天有相关的这一些需要，我想我们分局的同仁也会不遗余力也会不落人后了我听同仁说，我们就是在之前这阿嬷这个卤蛋的这个分局的同仁，大家就是很
就是很热心的参与啊，大家集资来去帮助啊。安南里站站长杨富宏表示，基金会目前伫台南总共关怀2600位长辈，提供年济关怀、陪同就医、物资协助等多项的免费服务。基金会嘛欢迎有爱心的朋友会当加入关怀孤老的行列。台南市目前服务2600几个时代，安尼因为服务的过程当中，阮需要各界的资源，更较侪来投入。那包括经费啊、技工啊，若各界佫较侪前线人士会咱加入阮的团队，阮会真感恩。最近就是咱政府推出一个300券，咱民众若咧消费的同时，会当买咱拨一部分，来支持阮照顾老人的行动。振兴3倍券不只会当消费买物件，现在更会当做善事积功德。民众若是想要加入行善行列，嘛会当拨卡爱心专线06256674下询。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妇女会当年来关心到日女性议题，28号暗时举办第27届干部教职典礼，由总会会长聂慧茹见证，新任会长严淑莹也以一位分区的会长甲理事来受奖。历史悠久的妇女会长期关心女性的议题，其中台南分会28号暗时举办理事甲干事等干部的交接典礼，除了会员到场见证以外，已叫郭信良甲侪位的议员拢到场参与。妇女会总会理事长也亲自南下讲到交接典礼，并期待新的团队会使持续为女性的议题来投入。我们妇女每一个人的工作，在每一个点，如果能够尽力的做好我们每一个妇女的责任、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甚至于到了国家的责任。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相信一个点结成一个面，我们的社会国家必然会更好。所以承先启后，责任的承担。我刚才也跟严理事长讲，理事长一般我们都称为会长，会长把它变成动词就是会长。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挫折。我相信应该会迎刃而解，尤其我们严理事长是心理智商的博士，我相信未来在推展服务上面一定会更好更棒。台南分会新任理事长严淑莹，在总会理事长的见证之下，完成了应信甲责任会长的交接，同时也由台南分会主持各区分会的干部交接典礼。我想妇女的事工是需要再一次在台南市要蓬勃兴起。我想今天我们穿上这个27届妇女会的制服，就是我们责任的开始，也是我们这一次女力再起，生命丰盛。我相信在台南市，我们要再一次把这个台南市的议题，把妇女的议题做得更好、更丰盛。谢谢这一次支持我们的这些顾问，我相信，谢谢你给我们这3年，我相信这3年我们一定会做好。其中南区分会新任理事长是由着市议员蔡小辉来担任，相信议员结合妇女会会使提供更加大的能量。交接典礼也伫台南分会新旧任理事长互相送礼物后来结束，也期待新的团队会使持续为台南的妇女争取权益。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侪分，有时乌阴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的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到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7月29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